哇，高山，咱们两个一起请大家吃饭好不好？我还有事儿。别想了，谢谢你。师祖啊，人家可是帮了你啊。恐怕是帮你了。什么？我说了，谢谢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见到他就这么大的敌意啊？我家高山可是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，这可不像你了。吃饭去。有个事情今天要宣布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高山正式接替孙离，成为摩天的董事总经理，兼任投资部总裁。尽快熟悉，接稳盘子。下周呢，去一趟珠海。大龙的案子非常重要，由你亲自负责。好。又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在山顶上吹吹风，心情会好很多。大龙的事情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邓丽跟孙淼都会支持你。我知道。所以犹豫的是你自己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其实我不希望你跟大龙再有什么瓜葛，我巴不得你离得远远的。但是我不能这么做，这样太自私了。我知道，其实你介意的并不是跟大龙打交道，而是你怕你一旦插手，秦深深就会把这个项目白白让给你。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侮辱，是吧？我以为我跟大龙之间彻底结束了。可我越想要绕开，就越是会碰到。我真觉得我自己生活在一个圈里，一直都周而复始，不断重复。我不喜欢拖泥带水的感觉。可你心里也没有打算拒绝。因为这个人才调整的方案是我提供给秦生生的，我确实有些想法，我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驾驭。所以，就因为你的身份是秦深深的女儿，你就要放弃？林沃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，你必须，也不得不去面对。如果你不迈出今天这一步，你一辈子都逃不出这个迷咒。我希望你能战胜它。走吧。喝茶。